我會將我自己鎖匙就交俾鄰舍，萬一咧一下唔記得帶啦，咁啊去人哋度都仲有得開咯。聽講咧呢度最早期咧個鄰里關係就好好㗎。啊，係啊，冇錯啊！以前嘅大家個隔鄰舍嗰個相處融合啊，譬如邊一家有事或者搶嘢，一嗌聲就好多家揸地拖啊、地拖柄啊出嚟幫手捉賊嘅。60年代中期，香港工業迅速發展，北角碼頭、巴士總站嘅相繼落成，令北角村變成咗呢一區嘅交通樞紐。進入咗70年代，香港經濟持續增長，整個北角區亦作規劃發展，而坐擁地利嘅北角村亦踏入咗佢嘅黃金時代啦。我哋睇翻就係我哋隔離鄰舍，個個出到去咧都係大學生啊，或者係自己都有一個事業咁。咁我覺得就係話啊，可能俾我印象當中咧，就係北角村咧係培育咗好多人才，同埋係一個富貴村。個個啲細路仔讀書好聰明，我咁豆泥啊，我都要大學畢業有個仔啊做工程師。咁我哋呢度北角村好多醫生，咁做警司啊，乜好高級嘅都有。嗱，你喺度20幾年啦，咁你記憶裏邊有邊位名人咧係喺北角村長大嘅？啊，例如龍剛啦，導演龍剛啦，而家最近啲啊梁家輝啦、莊正儀啦、阿係秀蘭啦，咁而家嘅助理警務處長張之森先生啦，同埋懲教處嘅伍正國先生啦，即係都係呢個村長大嘅。係啦係啦。喺屋村開始嘅時候已經我知道係有人籌辦呢個居民協會㗎啦。咁應該正式成立係59年啦。照我所知係第一個香港咁樣類型嘅協會，好多達官貴人都嚟參加會嗰啲節目啊、會慶啊、有個活動啊咁樣。中意覺得幾咁意思嚇，咁有時有時會直講音樂嗰啲咧，咁咧有時。我嗰時見到即係有佢貼紙出嚟，咁可以學粵曲嘅，咁我諗住參加就學下，即係揾啲娛樂，揾啲寄託下咁樣咯。咁我知道呢個粵曲班咧，咁我參加咗咧，就覺得個居民協會咧就好好咯，即係搞好多活動啊，都令到我哋啲居民咧嗰個關係又好好咯。北角村見證咗40幾年嘅時代變遷，亦為數千戶家庭提供咗一個舒適安樂嘅居所。今日功成身退。北角村咧就喺1957年建成之後到而家咧，已經提供咗有好多人嘅居住嘅環境。咁佢可以話啊，佢已經盡咗佢嘅任務啦。以客觀嚟睇咧，我認為咧個重建咧就無可避免。不過要拆啦，都冇辦法咯。但係我都唔捨得走咯。而離開咗啲街坊，真係唔捨得嘅。我哋喺北角村長大嗰啲咧，其實對北角村係好有感情，因為有好多嘅一花一草、一樹一木，其實我哋都睇住佢嗰個變化。北角村原來嘅居民大多數都搬咗入房屋處新落成嘅公屋或者居屋居住，再續佢哋鄰里之情啦。咁當時咧好多住客，即係所謂有啲歸屬感啊，北角村個個住好耐嘅。咁當時好抗拒啊，搬去愛東村嘅。咁但係咧，嗰啲舊就搬嚟咗愛東村咧，我所見到個個好滿意。咁嗰啲間隔啊，嗰啲咧，佢哋就好滿意，因為啲房大咧，佢哋嘅空間咧就好多，即係唔使喺埋個廳度逼啊。我入去原來啲雖然係向西啊，但係原來我夜晚啊啲風啊好涼爽，我覺得好出意外。正係風塵啊，各散愁白金啊，屋村舊貌熟行運，往昔鄰里友情同守望，團圓有日
寄前因唱罷離歌，就同上路落。茫茫人海又似無憑，安居但得身下任，好景樂在煥然身。今日滄海化作桑田陣有抱恨愁懷不捨再問過得風高長夜，又見清晨神。